叶红影，你要去哪儿？今天我要替师傅清理门户。各位师弟，请听我说，不要叫我们师弟，你杀了师傅，我们早已与你恩断义绝。哎，各位师兄，我们都出自同一师门，大家别伤了和气。闭嘴！你要再多管闲事，连你一块清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清不清理的？你把我相公当什么了？切！各位，战伯伯和红影已经签过生死约，如果他赢了，就让我们离开东山县。你们如果再做为难的话，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耻笑你们折剑山庄言而无信吗？言而无信。好，你们看看那是什么？现在你们已经出了东山县界，把你们缉拿归案，不算我背信弃义。缉拿归案？把我们缉拿归案是官府的事儿，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好，那你们就看清楚。锦衣卫。哎，我说各位师兄，饭可以乱吃，路可以乱走，玩笑不能乱开啊！我们都是折剑山庄的剑侠，怎么能纯这只狗皮呢？快脱了！放肆！我乃锦衣卫千户，你们赶紧束手就擒，否则别怪我剑下无情。师傅尸骨未寒，你们竟然立刻投靠了锦衣卫，对得起师傅吗？对不对得起师傅不用你说，我心里清楚。你们退下。布阵。是。盘龙剑阵，难道你们忘了这剑阵是谁创的？今天我就想让你看看，是盘龙剑阵厉害，还是惊涛劈浪厉害？你们都不记得了吗？小时候是我教你们的武功。可是你杀了师傅，我们便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各位师弟，算我最后求你们，放我们过去。让你过去，可以，除非你把我们都杀了，否则你插翅难逃。
灵儿是你杀的。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不错，灵儿就是我杀的。灵儿，大师兄，杀人了！大师兄，杀人了！真没想到，居然是你！你对得起师傅吗？他对得起我吗？我伺候他那么多年，他不让我争功名也就算了，连庄主的位置他也不给我。他心里只有你这个大徒弟叶红影，我算什么？你一回来，就把属于我的全都给抢走了。你错了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跟你争什么。我错了，我想功成名就，我想扬名立万，我怎么错了？你是千户大人，你是9000岁的义子，你可以名满江湖。叶红影，我并不比你差。要是战天云肯帮我，我早就出人头地了。到现在你还不悔改，有你这样的师兄，我真是祖上缺德。我替师傅清理门户。不可以，毕竟我们是师兄弟。可是他坏事做绝了。我会废了他，让他反省忏悔。如果你真的拿我当大师兄，留条后路给他。我的手！断了你手，留你一命。希望你真心悔过，别让师傅和灵儿死不瞑目。我的手！叶红颜，还我手！皇上，现在边关告急，您就不打算派兵增援辽东吗？并非朕不愿派兵，实乃朝中亦无可用之兵啊。如今关中饥荒，西北和中原各地流贼趁乱而起，为了赈灾平乱，各地守军已经疲于奔命了。真是外患未平，内忧又起。提起这内忧，微臣以为，归根到底，都是那魏忠贤滥用自己的亲信，他们贪赃渎职，鱼肉百姓，才使得天下怨声四起，哀声载道。爱卿说得对，魏忠贤就是危害天下的祸根。皇上可有良策？臣等定当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朕若有除奸良策，又何必坐镇愁城呢？你看满朝文武，说真话的人少之又少。但是朕知道，这里面不乏有忠义人士，所以朕因盼爱卿联络这些有志之士，共襄盛举，将奸贼一网打尽。我杀了灵儿，丢了我的右手，可是再也没有人能跟我争这庄主的位子，谁也别想跟我争，这都是我的。待我战天云退位后，将由北接任庄主之位。什么？竟然是传位给我！我费尽心机，不惜放弃一切，甚至杀了最爱的灵儿，断了右手。没想到到头来，我想得到的一切，原来早已是属于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？
你为什么要耍我？啊！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叶红影真的不顾师徒之情，亲手杀了他的师父战天云？9千岁，卑职亲眼所见，他不但杀了他的恩师战天云，而且他的那些师兄弟们因为投靠了锦衣卫，结果都被他打成重伤。可是他这么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本座最担心的事情，终于还是发生了？本座曾经给他机会，让他回来解释一切，甚至不愿把方宗的死怪罪到他的身上。难道他这么做，是为了告诉本座，我们之间的父子之情就此决裂了吗？不会的，他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本座给他的，本座对他是有恩的，他绝对不可能背叛本座。9千岁，您可别忘了，叶红影也是战天云一手拉扯大的，可是到头来他却落得个……庆恕卑职直言，您一直认为叶红影是一条忠心耿耿的狗，从现在看来，它不是狗，它是头狼，而狼是喂不熟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会反咬你一口。那些有恩于他的人，反而成了他的口中美食。战天云就是个例子。当初潘如真以蜥蜴、马蛇子为例，提醒本座提防叶红影，但是本座实在是不愿意相信他会背叛我。叶红影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呀？9千岁，据卑职所知，目前叶红影和老贼顾县城的孙子混在一起。您别忘了，姓顾的那个孽种身上还藏着个秘密呢。万一落在了那些想对付你的人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哼，想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儿。本座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是，卑职这就去安排。别紧张，你的手是干净的。我的手真的是干净的吗？啊，小少爷，下雨了？没打雷呀。哎呀！哎呀！怎么摊上这么个女的呀？
力气大也就算了，这呼噜打的，他还打呼噜。哎呀，哎，哎，哎。哎呀，我不得不出狠招了。哎，哪儿去了？原来你每次杀人之后，都会梦见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。是，我每次做的都是相同的梦。这么说，你还是个有良知的人。以前呢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冷血无情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冷血无情。众师弟与我一起长大，我却把他们打成重伤，甚至还断了姚北一只手。这不能全怪你啊！你二师弟他作恶多端，投靠了东厂，害死了小师妹和魏姑娘，连你师父的死都跟他有关系。你砍了他一只手，对他来说已经算是轻的了。至于你其他的师弟们，他们违背师训，投靠锦衣卫，如果不教训他们一下，只怕会有更多的忠良义士遭到他们的危害。别说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小师妹和方宗的死，我脱不了干系。还有师父，师父是因我而死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们都不会死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战伯伯是想用他的死，让你看清楚一切，换回你的良知。我知道战伯伯的死对你来说打击很大，如果你真的想忏悔，真的想赎罪，就请你跟我们一起保护好人院，保护好其他的忠良义士，不再遭到奸人的陷害。我该怎么做？我要你帮我们夺回那个铁盒，联络朝中的忠臣义士，一起扳倒魏忠贤。义父对我有恩，我不能反过来与他作对，我不能。难道你真的想做一个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吗？我不是罪人。我知道，你想做一个忠孝两全的人。可是，你效忠一个被奸臣把持的朝廷，那是愚忠；你为了一个为祸天下的人尽孝，那叫愚孝。别说了。难道你还相信魏忠贤吗？难道战伯伯的死还不能让你清醒吗？我让你别说了。放心吧，师父不会白死的。在大是大非与个人感情之间，我知道该选哪一个。我会帮你拿到那只铁盒的。娘，我想去找爹玩。蛋蛋乖，再等会儿娘就给你买条布做件花衣裳啊。那你赶紧买，买完了咱和爹一起回家。好，那你在这等我，不许乱跑啊。嗯。慢走啊！慢走慢走。这个玉兰制粉铺的胭脂水粉不错，9000岁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们带点回去。是。请你把竹蜻蜓还给我。这个是你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竹蜻蜓把我打到了，我受伤了，很严重的。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请你把竹蜻蜓还给我。好吧，还给你。蛋蛋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许随便和陌生人说话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我刚才不想和他说话，可是竹蜻蜓打到了他的身上。段爷，对不起，孩子不懂事，我给你赔礼了。纪莲，娘，那个人在叫你呢。不，你听错了，没人在叫你，快走吧。纪莲，你等等。这难民怎么会进城呢？谁家在开仓放粮？打探清楚。是。纪雪莲，孙伯
伯瑜3番5次与本座作对，这些刁民里鱼龙混杂，骚扰京城，所以才将他们拒之城外。孙伯瑜竟不识本座苦心，贸然开城。骑兵9000岁，据守城的士兵讲，孙伯瑜拿的是皇上的手谕。皇上手谕？9000岁想想，要不是皇上给他撑腰，这老匹夫哪里会有这个胆子？孙伯瑜可真是个祸害，此人不除，必将成为9000岁的心头大患呐。可是上次杀他不成，只怕已经打草惊蛇。这一次贸然出手，你有把握吗？不敢说有10分把握，但差不多了。9000岁，你可曾记得10年前，神机营有一个名满江湖的头号杀手？鬼影柳叶。不错，鬼影柳叶的能力，你我都清楚。就是叶红影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可是10年过去了，此人音信全无，你有他的消息吗？说来也巧，卑职遇见他了。想当年鬼影柳叶，好像也是9000岁的左膀右臂吧。有时候想想，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和本座最亲近的人，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我。10年前，鬼影柳叶如此；10年后，红影也是如此。想想，可真叫人心寒呐。义父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？您的所作所为，更让人心寒。红影，大胆叶红影，戴罪之身，竟敢擅闯9000岁府！哎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本座有很多疑问，想找你当面问个清楚。我想问你，何为忠孝2字的真正含义？你什么意思？是您教我的。身为千户大人，就应该为朝廷尽职；身为义子，就应该为义父尽孝。这么多年死在我剑下的，真的都是该死之人吗？那你说呢？本座秉承皇上的意思，为皇上办事。和我作对的人，就是跟朝廷作对；忤逆我的人，就是忤逆朝廷的反贼。他们不该死，不该杀吗？我之前听到那些拥进城的难民在背后骂你。哼，无知小民！他们骂我什么？他们骂您宠信贪官，迫害忠良，骂您倒行逆施，以致天下大乱，民怨四起。如今灾荒连年，逆贼作乱，都是您一手遮天，把他们逼的。放肆！本座这就派人把那些妖言惑众之辈斩首示众，看看以后谁还敢在本座背后说本座的不是。天下百姓如此之多，你杀得完吗？难道你相信那些刁民的反叛之词吗？我也不愿意相信，但回想过去的种种，我不敢不信。用不着转弯抹角，有话明说吧。3朝元老顾县城顾大学士，正直感人，为我朝制定无数宏典伟制，到头来却落得个东临冤案的命运。兵部侍郎熊廷弼功在疆土，为国为民，却落得个贪污罪名，冤死狱中。左都御史杨涟为官清廉，爱民如子，却沦为阶下囚，惨遭酷刑折磨。够了！你胆敢指责为父的不是？义父，扪心自问，你没错吗？燕儿，你真的错怪义父了。官场臣服，尔虞我诈，你不比对手强，就会被对手鱼肉。东林党人胆大妄为，我若不先下手为强，那么沦为阶下囚，饱受酷刑折磨的人，就是我了。为了要保护自己，而残害这么多的性命，义父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哪里错了吗？我也知道，杀了太多的人，
可是走上了这条路，想回头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不，只要您肯回头，总是会有机会的。来不及了，就像你所说的，天下恨我、骂我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就算我真的想回头，也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眼下就有一个能让您赎罪忏悔的机会。哦，我听说义父手中有一个铁盒，只要义父真心诚意地将铁盒交出来，孩儿愿以性命担保，说服义父的对头，摒弃前嫌，与义父共同效忠朝廷。可是义父，您就答应孩儿吧。好吧，看你情真意切，为父就如你心愿吧。孩儿这就帮你把铁盒交出去，并为义父解开过去的恩恩怨怨。恐怕你再也解不开这恩恩怨怨了。什么？有毒！哼，我知道早晚会有人盗走这个铁盒，早在上面放了剧毒，只是没有想到，中毒的人居然是你。叶红颜啊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我早就说过，当你不能成为一把为我所用的利剑，我就会亲手把你变成一把废铁。叶红影，你无处可逃了。叶红影，你中的是碧瑶霜，封住血脉，只能延缓你毒发的时间，没有解药，一定是必死无疑。叶红影，受死吧！9000岁受惊了，真没想到，我和红影居然闹到这个地步。姐姐，我们先进去歇会儿，吃点好吃的吧。我真的好饿呀。人员乖，咱们等人到齐了，一起再吃好不好？好吧，听你的。你怎么了？别碰我的手，我中毒了。什么？谁这么卑鄙，给你下的毒？别管我了，快带人员走。不，我不会扔下你的。别让他们跑了！快，走！快走！看你们往哪跑！上！公公你。我是坏人好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可以救你。你为什么要反过来帮我们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你赶快带着叶红影到菜市口，找一个卖字画叫季雨莲的女人，只有她才能救叶红影。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们只有相信我。赶紧吧，时间不多了，应该超不过1个时辰了。什么？走。哦。你现在要是死了，那就未免太可惜了。将来我对付9000岁的时候，它就是我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剑。来，
这把剑是我师傅传给我的，虽然是把断剑，短了点，但是配上这把鞘，嘿，哎，相公，发现你特别有学问。哎，你，哎，干什么呀你？好吧，那我们赶紧去找冬青姐他们，走。相公，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是锦衣卫，怎么回事啊？坏了，小少爷和大师兄肯定出事了。他们在哪儿？快！正好！哎，正好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哎，这位军爷，正好向你打听个事儿，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少爷和大师兄啊？什么小少爷、大师兄？你们胆敢杀锦衣卫？不会冤枉好人啊！我们可没杀人。这里面就你们2个，还会有谁呀？哎，这位军爷可不能这么说啊！少跟我狡辩！没狡辩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刚从那边那灯市口大街啊走过来。行了，走啊！废话，有什么回衙门说。上！哎，好吧。魔主，算了吧。你看，满大街都是难民，他们连饭都吃不饱，哪还有闲情逸致买你的字画呀？娘子说的是，不如今天早点回家吧。爹，他们好可怜啊，我想给他们点吃的。丹丹，娘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多管闲事啊！孩子这么有善心是好事，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。请问你认识季雨莲吗？不认识。请问认识季雨莲吗？不认识。不知道。二位，请问认识季雨莲吗？不知道。咱们到前面再去问问吧。走吧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们想打听一个叫季雨莲的女人。是你们几位啊？大姐姐，是你啊？你是不是想我了，回来找我玩的？丹丹乖，你们快告诉我呀！一个跟你们一样卖字画叫季雨莲的女人，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你们要找？快说呀！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我当然认识啦。丹丹，快告诉姐姐，她人在哪儿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她人现在就在这儿。是你？不，你们认错人了。丹丹，不许胡说。好奇怪啊，娘，你的名字本来就叫季雨莲，为什么怕别人知道呢？你们快救救英雄哥哥吧，他中毒了。你要是再不救他，他就死定了。你们去找大夫吧，我不懂医术。可是东厂的太监告诉我，只有你才能救得了他。什么？东厂？你怎么越说越糊涂了？东厂怎么知道我娘子啊？魔主，你别问了。我知道你们能救英雄哥哥，我求求你，你们帮帮忙吧。相公，我想你抱着我，一辈子都这样抱着我啊！一辈子呀？太沉了吧？哎呀！差点没摔死我。相公，你下来呀！我想下，我下不去，我。我有办法了，你飞低点儿，脚放低，我帮你停。你行吗？相信我。好，我试试。呀，你下，别动！这个离不开我了吧？太棒了，神力！以后我飞的时候啊，我就带着你。到了地方以后，先把你扔下去，再把我拽上来，怎么样？相公，先把我扔下去啊？就是那种轻拿轻放，轻点。有人！我给你小点声。我说，
公公已经吩咐了，一定要在午时之前把这桌酒席弄好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啰嗦了。不是啰嗦，我是跟你说嘛。你干什么？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？还不亲？你刚才都那么大一声了。那是差点把我憋死。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？没听见。他们说什么？公公。公公怎么了？太监。太监又怎么了？哪里有太监？有皇上的地方才有太监呀。笑什么？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好笑的一句笑话。你说我们落在皇宫了吗？落在皇宫了吗？我也纳闷呢，咱们俩怎么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落在皇宫了？这也太简单了。是挺简单的。行了，别瞎琢磨了，别管闲事，赶紧走吧。没多管闲事儿，你想想看啊，有太监的地方就有皇上嘛，有了皇上，我们不就可以告御状了吗？然后把魏忠贤杀害老百姓的事情全部都跟皇上说，让皇上去对付那个大太监。你觉得会有那么简单吗？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呀。赶紧把你的剑藏起来，免得人家还以为咱俩是刺客呢。我像刺客吗？像。我像被刺的吧？快呀！来了，就是嘛。哎，那边看看去。季姑娘，求求你了，东厂的太监说，他最多只能活1个时辰，现在都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。是啊，古人都说过，上天有好生之德。难道你真忍心看着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了吗？娘，你就救救他吧。那个大姐姐是好人，那个大哥哥也一定是好人。娘，您就救救他们吧。不是娘不愿意救他，只是……玉莲，也许你确实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但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帮他们吧。况且这位姑娘还是咱们家的恩人。好吧，我可以答应你救他，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，等他的毒一解，必须马上离开，而且绝不能把我给他解毒的事告诉任何人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哎，对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绝对不会把你救英雄哥哥的事说出去的。墨竹，帮我把药包拿过来。好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小瘦子，把这些帽子洗洗，还有跟我到屋里把被单褥子也拿出来洗一洗。好，咱们这就走。太好了，我们去偷身衣服过来。那个衣服啊？对啊。你没听他说吗？脏，没洗呢。那你就等死吧。快出去！踹！哎，挺合适啊。哎，这衣服还行啊。帮我。你们两个
大白天偷偷摸摸的躲在柴房里干什么？我们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。还说没有？没有，这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没，那个柴房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您说是吧？哎，其实你们不说，我也知道。想当年，我是过来人，能理解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个呀？老实说，到底哪儿来的？老实说，到底哪儿来的？问他。新来的，我叫小爱子，他叫小飞子。爱妃。新来的太监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说来话长了。启禀总管，上面吩咐了，准备开宴。知道了，这就来。玉莲，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你帮我烧点开水吧。猎人中毒太深，昏迷不醒，解药必须拿开水调和化开，才能给他服下去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你知道怎么给那个人解毒？别多问了，你再不去烧水，就耽误救人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承蒙众位爱卿厚爱，为本座添置的这些东西，可是本座受之有愧啊。9000岁当之无愧。如今满朝文武皆心向9000岁，认定您才是真命天子。看来9000岁登基金銮，统摄天下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。祝9000岁早日登基金銮，统摄天下。倘若真有那么一天，那众位爱卿就是开国的功臣。来，今天咱们一醉方休。赐座。赐酒。本座第一杯酒，敬众位爱卿。谢9000岁。9000岁，那他就是魏忠贤那个老贼了。糟了，这下进了狼窝了呀！哎呀，9000岁，今天你难得这么高兴，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样礼物献给您。哦，什么样的礼物啊？这个礼物已在您的庭院当中，恭请9000岁还有各位大人一同前去观赏。好。什么？没有办法喂药？他中毒的时间太长了，毒气已经进入了他的体内5脏6腑，
所以身体已经开始僵硬了。我试了各种办法，就是无法将他的嘴打开。是不是英雄哥哥服不下解药就得死了？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救救英雄哥哥吧！眼下办法只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先把药含在口中，再喂进他的嘴里。哎呀，姐姐，你就别犹豫了，快按照大嫂子说的去做吧。可是我，你要再不给他喂药，恐怕他就拖不过去了。姐姐，你赶紧给英雄哥哥喂药吧，要是再不喂，他就死定了。姐姐，你赶紧给英雄哥哥喂药吧，你是英雄哥哥未过门的妻子，难道你真忍心看着他就这么死了？我当然不忍心。嗯。是你送给本座的礼物。不错，它叫血刀。血刀？正是，可以说它是卑职的半个门生。卑职将毕生所学的鹰爪功全部传授给他，他以铁臂把鹰爪功式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所以卑职把他安排在9000岁身边，保护您的安全。既然如此，让他取下头巾，让本座看清他的长相。启禀9000岁，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，所以他无颜以对天日，不肯拿下面罩，请9000岁见谅。哦，无颜以对天日。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一层黑纱难道可以遮住天日？你们说呢？9000岁所言极是。本座最恨的就是背叛，不管他为什么背叛本座，我都要他付出代价。不知道是谁想和9000岁作对？难道不要命了吗？但是有些人啊，他就是不信这个邪。9000岁，您的意思是，当着本座口口声声喊9000岁，他转过身去，马上就要置本座于死地。9000岁，是谁这么大胆子？难道他有8个脑袋不成？李将军，怎么样？昨天晚上在你家聊得挺开心的，哈哈，一口一个烟斗，骂得挺痛快的呀。保护9000岁！
醒了，你要是再不醒啊，我姐姐真得急哭了。人远，别胡说。我没胡说。英雄哥哥，你不知道，你中毒的时候啊，浑身僵硬，根本就咽不下解药。要不是我姐姐把药含在嘴里，然后啊，嘴对嘴的把药喂到你的口中，你早就没命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得谢谢我姐姐呀？就你别说，你还说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谢谢你，冬青。光用嘴巴说有什么用啊？你是不是得来点实际行动报答报答我姐姐呀？比如说，早点跟我姐姐成亲。任渊，你如果再胡说，我真生气了。好，不说这些了，说点别的。英雄哥哥，那位大嫂子虽然凶了点，不过医术确实挺厉害的。大嫂子？哪个大嫂子？她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是她给你解的毒。这里啊，是她的家。啊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得好好感谢她。我不需要你感谢我，我只要你马上离开，就当你们从来没来过这个院子，没进过我家。快点，赶紧把剑找回来，然后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。离开？你不是说咱们要留在这儿对付魏忠贤那个大奸贼吗？哎呀，杀什么魏忠贤啊？那不是你刚才说的吗？本来以为这是皇宫呢，可以进来告御状，没想到这住的是魏忠贤那个老太监。刚才看到那个血刀没有？哎呀，简直是太可怕了！咱们还是赶紧溜吧。对呀，要是穿着这身太监衣服死了，那才亏呢。别人肯定说这俩死太监，我还没成亲呢。我不也没成亲吗？讨厌！干什么？我总不能穿着这身衣服跟你成亲吧？告诉本座，你为什么叫血刀啊？因为我有深仇大恨，所以叫血刀。那你能告诉本座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原来的我已经死了，名字也就不在了。可是本座真的很好奇，想知道你的真实面目。等时机成熟以后，你一定会看到我的长相。时机成熟？你在等待什么时机？等待我的仇人出现。该死的奴才！你小子该死！9000岁说他该死，我就让他死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本座倒真是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过有件事情你要记住，本座可不想让屋里沾上血腥味儿。血刀记住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有事本座会叫你。是。此人仇恨太深，杀气太重，而且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不可不防啊！各位，请留步。少侠，你的伤刚好，怎么不多住几天，等身体痊愈了再离开？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了你们来之不易的幸福。我不明白少侠的意思。我看见你们家人很开心的样子，让我觉得你们很幸福。
让我也感觉很幸福。那你们可以留下来呀，跟我们一起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对于你们的救命之恩，有机会我一定报答。等等，少侠，你的鱼肚可能沥青，这是些解药，带在身上以防万一吧。多谢，我们走吧。我觉得这一家人特别奇怪，尤其是那位大嫂子，老是阴阳怪气的。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不过，他虽然表面上不太容易亲近，但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而且啊，他医术高明。上次我受伤的时候，也是他帮我治好的。只是，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秘密。既然别人不愿意说，我们又何必多加猜测？不过那女的一定有不寻常的过去吧？英雄哥哥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大嫂子有不寻常的过去啊？就因为她能解我身上的毒。对了，我还忘了问你，你手上的毒是怎么中的？别问了。不过我再也不会回到过去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刚才太吓人了。那个叫血刀的怪物，一下子就把他的脖子给拧断了。拧断了？这么厉害呀！哎呀，以后咱们要是碰见他，那咱们还是绕着走吧，要不然命就不保了。可不是呀，今天他掐这个，明天掐那个。对呀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那个叫雪刀的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就是啊，再不走小命难保了。快！你的宝剑呢？那可是你师父送给你的信物啊！什么宝剑不宝剑的，小命要紧。我师父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我的。走走走，快！哎呀，快站！哎，你们俩站住！干嘛呢？没那个啊，我们没那个天气有点闷啊，好闷。我们俩出来透透气。透透气。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们俩呀？啊？没见过我。我们俩新来的。啊，对，新来的正好。那你们就去伺候9000岁更衣。糟了，也不知道马尚飞和艾迪去哪儿了。京城人生地不熟的，马尚飞呆头呆脑的，艾迪姐又大大咧咧的，他们俩可怎么得了啊？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走。要想取得9000岁完全的信任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接下来，我该怎么做？继续接近9000岁，取得他的信。另外，你想报那个深仇大恨的话，就只有留在9000岁身边。我知道。那个和你有深仇大恨的人，迟早会找上9000岁。只要能报仇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哪怕是做9000岁旁边的一条狗。我们继续找吧，总会有个下落。姑娘，别来无恙啊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来，为本座好好按摩一下。那您是喜欢轻一点的呢，还是喜欢重一点的？如果喜欢重一点的，就找我；如果喜欢轻一点，就找他。有什么不同吗？哎，完全不同，大不同。您如果明天想头疼、腿疼、脑袋疼，您让他来；你要想浑身舒服，我伺候你。啊，你做的还真是很舒服。哎，你又有什么绝活啊？我的，他绝活可多了，他可绝了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这么大一碗白酒，高度他喝一口，炉子点着了，拿着柴火出来，噗，吐火。哦，是吗？宝剑，这么长的宝剑，他拿着往我嘴里边咔一插，
后脑勺还露出这么长一截来，还没事。大石头，4个人抬不动，他一个人，咔，往胸口上一放，他的胸也平，拿锤子砸呀，砸，石头碎了，人没事。小飞子，来，你看，他现在就想表演给你看。这样，等本座有时间的话，你把你们的绝活通通表演给本座看一看。准备。今天呢，先把东西放在柜子里，上锁。好，遵命。钥匙，钥匙，哦，9千岁，咱们继续啊，继续。上次我遭遇锦衣卫暗算，姑娘仗义相救，我就应该猜到，姑娘侠心义胆，必是忠良之后。大人说的没错，我姐姐的爹啊，官可大了，左都御史。那么敢问姑娘，是何方人士？我杨氏一门世居湖广阴山，家父杨涟，字文如，号大红。什么？你是杨涟的女儿？什么？老爷带回几个陌生人，还说要安排在府里住下。启禀夫人，我听下人们是这么说的，老爷正让他们准备房间呢。哎，怎么能轻易让陌生人住到家里呢？老爷又是心血来潮，我得看看去。你看见了没？那钥匙就挂在那老太监的身上。看见了能怎么样？偷出来呀！咱把钥匙偷出来以后，再把龙袍和皇冠也偷出来，然后交给你大师兄，让大师兄去交给皇上，到皇上面前去告御状。皇上一看，哟，这人不是想谋权篡位吗？让皇上去收拾他不就行了吗？对呀，让皇上杀了这个狗贼，我家老太太血海深仇就可以报了。怎么样？这个主意不错吧？我脑子挺快吧？你脑壳里就是一堆豆腐。哪那么容易啊？你以为那个太监傻呀？钥匙别在他腰上，你能拿得到吗？想办法呀！有个机会，把钥匙偷出来，不就行了吗？老天终于睁开眼睛了，没有让杨家忠良绝后。大人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孩子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呀，有请夫人。用不着请了，我已经来了。夫人，你来的正好。上次就是这位姑娘把我从锦衣卫那帮鹰犬的手里给救出来的。还有，你猜猜看，这位姑娘是谁？怎么，姑娘，